西藏的话没有蛋糕、面包，根本就没有的这个东西，这是一种概念嘛，藏族的东西。因为像青稞的话是它的那个营养价值或者是对人这些是特别好的，对，但是它的食用方法很少。这边我们想做的就是一种藏族的这些好东西的一种新的一种食用方式，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名字阿克丁藏式面包坊，就藏式肯定是用我们自己这边的食材，我这儿用的青稞，纯正的我们这边的青稞，而且用的也不是现在市场上这个青稞。我们用的是最古老的黑青稞。这种做餐饮啊这些的话，拿出来的东西只要放到客人面前，他吃了以后，他那个笑容就是对我们的话最大的鼓励了。所以这种的话，自己也很有那种满足感。这样坚持下来的话，这个最喜欢的东西，我也可以全身心投入在这里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喜欢喝的东西，喜欢干的事情。这样的话，每天我过得都很开心。